各位聽眾朋友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單可能會影響全香港人荷包同生活習慣嘅大新聞。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最新嘅消息，香港兩大商業集團怡和同長和目前正喺度進行一場好深入嘅談判，內容係關於怡和打算收購長和旗下嘅百佳超市，然後將佢同自己旗下嘅惠康合併。我哋睇返資料，百佳係1972年成立嘅，而家喺港澳有大約240間分店。其實早喺2013年，李嘉誠先生嘅長和集團就考慮過買走百佳，當時開價大約30億到40億美金，但最後因為覺得個價唔夠好而暫停咗。點知過咗10幾年，呢件事又再擺返上台。點解要合併？睇清現實嘅環境，好多人會問，點解兩間鬥咗幾十年嘅對手，而家竟然會想變做一家人？如果我哋用一個清醒、客觀嘅角度去睇，就會發現香港嘅零售環境真係變咗好多。雖然喺2023年，百佳同惠康加埋仲佔咗市場接近90%，但呢個係舊數據。根據今次參與談判嘅人透露，佢哋內部評估過，就算兩間超市而家合併，佢哋嘅市場佔有率加埋可能都低過一半。呢個係因為近年大家嘅消費習慣變咗，北上消費，越嚟越多香港人放假去深圳、山姆或者 Costco 掃貨，網購同小店網上買嘢方便咗，加上街頭巷尾多咗好多凍肉鋪同埋連鎖小店，呢啲競爭令到兩大巨頭感受到前所未有嘅壓力。佢哋選擇合作，其實係一種喺逆境入面求存嘅策略。關於未來人預言嘅漣漪，講到呢度，不得不提一件好玄妙嘅事。前兩日喺網上有一位自稱係來自2048年嘅網友 Live Future， 佢發咗一段言論，竟然準確咁預測到百佳會被收購。佢提到一個概念叫做漣漪，佢嘅意思係話時空入面有好多平衡嘅發展。佢講出嚟呢個消息，其實已經喺現實入面產生咗波動。佢仲特別提到2026年，話呢幾年會發生好多大事，而呢個年紀亦都係佢腦部能夠承受壓力嘅極限。我哋聽呢啲消息嘅時候，要保持一份淡定。無論佢係咪真係未來人，佢講中咗收購呢件事，確實反映出呢個世界充滿咗好多我哋未必睇得透嘅因果同變數，對我哋市民嘅影響。作為普通市民，我哋唔需要去猜測財團賺幾多錢，我哋最關心嘅係生活。如果兩間超市合併，最直接嘅影響可能有兩方面：物價與選擇，競爭少咗。超市仲會唔會好似以前咁成日搞買2送1？我哋買嘢嘅選擇係咪會變少？員工飯碗，百佳同惠康有好多基層員工，好多都係做咗好多年嘅老臣子。如果合併之後要減省人手，呢啲家庭嘅生計點樣保障？呢個係社會需要好認真去關注嘅問題。總結：隨緣與守心。今日我哋睇呢單新聞，除咗睇個大熱鬧之外，最重要係學識點樣喺變動嘅世界入面安頓自己。百佳同惠康呢兩塊招牌，見證咗香港幾十年嘅起伏。如果有一日佢哋真係合併咗，變咗另一個名，其實都係話俾我哋聽，世事無常。無論外界環境點樣變，係咪真係有未來人預言緊我哋最重要係守住自己份心，踏踏實實咁生活，做好自己嘅本分，唔好因為預言而驚慌，亦都唔好因為財團合併而憤怒。保持覺知，看清真相，呢個先係我哋聽新聞嘅真正意義。如果你喜歡，想支持，記得訂閱頻道。多謝各位。